邀请咱开咱的心，开咱的嘴，做伙来敬拜伊哦。咱就开咱的嘴来，向咱的主来学乐，来学乐伊的各种的好，好无？咱邀请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开咱的嘴来，向咱的主来学乐，做伙开声哦！哈！哈利路亚！亲爱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称赞的神。我们要来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实的神。主，我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也谢谢你赦免我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谢谢主你再一次的来更新我的灵命，更新我的生命。主，要单单的来仰望你，单单的来顺服你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救恩，感谢你的疼，感谢你看阮进步，感谢你无弃嫌阮，感谢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儿女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每一天拢给阮新的生命，每一天拢给阮更新我们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阿罗你，给阮成为做你的儿女，我们来靠无你，阮。不是靠着家己的血气，不是靠着家己的财物，乃是靠着阮透早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要靠无你。主，阮的性命，你献予阮新的性命，阮要将阮的性命即天交予你。主啊，求你来听阮的祈祷，求你来引带阮，所以阮每一天拢需要你。所以阮好大进前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就是要来靠无你，就是要来追求你。主啊，予阮坐伫遮的兄弟姊妹。阮毋是单干那坐伫遮，阮的心是较无你的，阮的心是用你来拍开的。主，我要来用你来求讨，阮好大进群来到你的面前，要用你来求讨。你的话语要来洁净阮，你的话语要来更新阮。主，阮较无你，所以阮主，阮每一天拢需要你，阮每一天拢需要你。主，阮继续来敬拜，我们大你讲，主，阮每一天拢需要你。
祈祷。咱即时有一个时间，咱来安静，咱会使向主来祈祷。主啊，是我已经失去迄个起初的疼。主啊，我冷淡。主啊，我常常提起教会服侍。主啊，我自我中心。主啊，我感觉家己无够，无迄个才能来承接这服侍。咱只是有一点仔时间，咱主来悔改，来到主的圣殿，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。咱有啥物所在无合主的心意，咱这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来认罪悔改。
扳回阮，互阮一遍搁一遍转回往你。主啊，阮无爱失去迄个起初的疼，阮搁要回转往你。主啊，用你的宝血，搁一遍来洗净阮，互阮来到你的宝座前，阮搁一遍来领受你的救恩、你的疼、你的更新，互阮的性命每一天拢无共款。主，感谢你接纳阮，感谢你听阮，感谢你，阮将阮的一切拢归乎你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听阮的祈祷，阮将阮的敬拜、阿罗拢摆在你的面前，愿你来感纳，愿你感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哎呀，这咱真欢喜，今仔日会当组织伫这个所在。咱经历着3个月暂停礼拜，甚至咱的联合礼拜，咱的聚会拢暂停。都是伫今仔日，咱会当做伙伫遮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通过咱的信徒的培灵会，互咱会当伫遮对伫上帝的话，对伫咱做，咱感谢伫咱的心，伫这个段时间，咱有做心的忧苦，有做。互咱毋知要安怎讲的吐气，咱拢会当伫即个所在来向上帝来求讨，互咱会当伫今仔日的造就会来领受遮的恩典，领受遮的造就，以及领受上帝互咱的智慧，互天父的珍宝。天父珍宝是啥物人？就是咱每一个听伊的人。所以咱今仔日要开始大声，咱真欢喜会当邀请到玉里教会黄水清牧师来到伫咱中间，伊对伫咱咧讲的后山来到伫这个所在，昨会知影早就出门，昨暝有一场咱的联合礼拜，到以及今仔日一天有4天的部分，咱伫遮拢会当伫遮来好好来享受上帝的话伫咱的内面。所以咱要开始的大声，咱先来感谢主，阮多谢你，阮多谢你的听伫阮的中间，你看阮做宝贝，你将阮抱伫你的心情，互阮来安息。主啊，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阮检测阮的心，有当时会失去愿望，失去信心，阮的心会惊吓。总是你的话一直伫阮的中间，你的快乐甲阮三个伫地，你的喜乐的灵伫阮的内面，互阮就无失去愿望来向前。但阮做伙伫遮，阮的组织伫遮要通过黄水清牧师伊所阮来讲起，互阮来更较认捌你。互阮会当通过安尼来享受主你的恩典甲祝福，但阮将阮的时间仰望伫你的手，求主你的神甲阮三个伫地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咱伫遮来请黄水清牧师，咱拍鼓啊欢迎伊。真正欢喜有这个好的机会，咱会当直接三甲来分享。今仔日咱有4讲，我毋知你的手拢摕即本无？咱掀开来甲看好毋好？第一讲讲主耶稣就是永远的圣殿，保罗伫伊的书信内底一直咧讲，伫主耶稣基督内底，有无？你定定读到这吼，其实这是啥？你本身正做上帝的圣殿，正做圣神徛起的所在，有阿们吗？所以这是一直的咱来学习，要安怎互圣神，要安怎互上帝一直住伫咱的心内，毋敢住伫咱的心内，互你这个人会当活出小基督。我会记住我细汉去教会，牧师定咧讲咱做基督徒，就是要活出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是小小的基督，有阿们无？第二，咱来看去做这段来得胜，你要安怎得胜？除非你有一个这段，你常常天甲地相通，你的灵甲上帝的灵相通，然后上帝住伫你内底，耶稣住伫你内底，圣神住伫你内底，所有的人感觉足恶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上帝就会解决，耶稣就会解决。第三，切约的大亏力，圣经拢讲咱甲上帝立约，其实立约并无法度讲出迄个遐尔大亏力是上帝甲你
切约，上帝用伊的命甲你挂保证，我一世人一定守这个约。上时上帝嘛期待你用你的命甲未来挂保证，所以你咧领圣餐的时阵安怎讲？耶稣讲啥？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阿妹吗？什么意思？已经将伊的命互你哦。耶稣要甲你切约，伊上伊的命先互你哦，伊先死互你看。哎呀，耶稣先死互咱看，然后伊才要求你安怎？你旧的命嘛爱死，通互你会当领受我对天顶来的活命。阿妹无？阿妹。第四，至关而乐，基督要做王。你敢知影？伫至关而乐中间，上帝要教行奇妙的事。咱以前定讲有一个屁仔将咱的目睭压砍的，就讲啊，咱有蒙蔽啦。结果我甲查圣经，唔敢若安尼讲。圣经讲，迄个屁仔就是你去一个有死人的引导，啊，伫遐会啼哭忧伤，你会挂屁仔。所以伊的顶下文安尼讲，上帝要除灭死亡。请问即摆全世界有死亡无？吼！大概咱也看到家人欢喜甲，吼！我看几啊礼拜，我才了解什么叫做家人啊。我想讲最近有一个网红叫做家人，伊真正网红对不对？吼！我看几啊礼拜，终于明白了。所以死亡还佫有啥？目屎，请问无头路目屎。阮遐一个会友3个工作剩一个，吼。啊，孙仔佫爱读大学，伊咧摇孙呢，一个人爱歹呢。啊，另外一个2个剩一个，啊，都剩一半，1万块，爱纳贷款，爱互囡仔读大学、税厝、生活费，爱迄边安怎活？迄边安怎活？所以真济目屎，伊佫有讲，所有的啥见笑羞辱，拢要甲你除灭。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阵，这一切拢要除灭，有阿妹无？你的家有几十年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咱的国家有几十年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几百年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伫人无可能，伫上帝咧，凡事拢会，有阿妹无？然后明仔载去到关岛教会要分享，叫做活出命定。这个sensi的基督徒绝对唔是只有我过了幸福尔，阮兜过了幸福，我的事业上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唔是。像昨午所讲的，迄个阿公阿嬷，因即马所活出来，已经超过伊所想的、古早所想的1000倍、10000倍啊！哈利路亚！虽然你该卑微，我嘛该卑微，总是。你所信的上帝一点仔都无卑微，伊是安怎？万王的王，伊是万主的主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哈，咱就来分享今仔日的第一讲。你会当献开你的讲义，你会当献开你的讲义。我拄去有理教的时阵，我感觉我该认真，因为拄我做团队尔，拢该认真啊。总是我无论安怎做。教会袂当突破就袂当突破。我去的时阵70个，总是每一年高中生，阮遐国中读了，就爱去花莲读册啊。啊，较下面的才留伫阮玉里读玉里高中，所以一年要出去5个。啊，然后咧，老人一年要死5个，所以一年就减10个。所以我牧3年了，剩几个？40个左右。有法度无？无法度。我牧过2年，我就知影讲啊。我唔干那牧育你教会，其实我咧甲台湾的社会咧创啥对抗啦。我一个小小的黄水仙，敢对抗会掉？无法度啦，无法度啦。哦，啊，然后第三年我就去看医生啊。我来到林口长庚医院去看医生，啊，迄阵无身心科，我就去检查我的脑波，我找脑神经内科，啊，检查脑波有问题无？无，心病用仪器检查出来无？无，我唔甘愿，我想要请3个月假。啊，3个月假要有条件，我去花莲的门诺医院去检查。
佮共款啊，脑神经内科检查了有问题无？医生甲我讲，黄先生，请问你的职业是什么？压力怎么这么大？人甲我讲，坐伫我对面迄个叫做乐医师，乐医师是神父。你讲我敢敢讲？我唔敢讲，鼻仔摸会等于药力。我从逐夜暗食饭了，我伫阮的礼拜堂埕有300片，我拢伫遐咧说，讲上帝啊，你著怜悯我黄水成哦，唔通互我黄水成诚做末代牧师，迄阵拄来演末代皇帝，有够可怜的。我本正大学的时阵5年，我做圣歌队的队长，我将伊当做牧师咧做，你敢知？我学阮牧师，人若圣歌队要离开的时阵，我拢徛伫门口口，东海大学迄个教堂的门口口伫遐咧送客。啊，若无来，我就去甲探访呢。我将圣歌队长当做牧师咧做，你敢知？我感觉我对人足有兴趣的，总是去玉里教会做传道了。我感觉我有够无疼心的。我做3年了，我足惊爱看到人，你敢知？会友若伫咧菜市仔甲我熟我对，我著紧车开较紧的，脚踏车打开紧了紧好过。我讲上帝啊，莫阁互我拄着啊啦！我本正足爱分享的，我伫大学逐礼拜拢爱分享。我做圣歌队长，逐礼拜拢分享10分钟。到迄阵，我甲阮太太讲，拜托你即摆互我上好的礼物，就莫叫我搁去你徛讲台啊啦。为虾米？因为我讲会出来，我做袂到，所以足可怜的。我嘛毋知要安怎，我连我家己我都毋知要安怎过，我毋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有这个情形？其实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可能拢有一段即款的情形，你著足认真拍拼，要将你所读的圣经甲活出来，总是著活袂出来啊。因为耶稣并无住伫你内底。所以保罗的心啊，一个上要紧的心啊，个伫主耶稣基督内底，有无？这是保罗伊所写的书信内底足要紧的心啊。今仔日我互伊一个题目，叫做耶稣是永远的圣殿，耶稣永远踮伫我内底，我嘛是耶稣永远的圣殿。耶稣是上帝永远的圣殿，我是耶稣永远的圣殿。耶稣永远踮伫我内底。哈利路亚！伫台湾所有的庄脚，拜堂的边仔通常拢有庙，对不对？庙的边仔通常嘛有拜堂，通常拜堂的边仔有庙，这是一定的。伫我的教会，前阮无早祷会。总是阮遐有一间病院，迄个医生啦、护士啦，等咧问讲，咱玉里对一间教会有咧早祷会？无呢？伫阮玉里一定无人有早祷会，爱着来问。有一届问着我，讲牧师啊，咱来早祷会好毋好？我回复迄个护士，我甲讲吼，阮玉里教会礼拜堂，阮拢无咧关门的呢，暗时嘛无关门呢。所以你家己开，家己祈祷好毋好？我来甲伊无闲话，20分后，伊搁徛伫遐啦。伊甲我讲牧师啊，你敢会当陪阮祈祷？我伫新行业入去祈祷是拄我1摆尔，我搁无伫遐祈祷，我会害。总是1个月回前，我拄下上帝祈祷讲上帝啊，我著做牧师啊，你若互我3分钟以上，我著袂晓祈祷啊呢。拜托你甲我教好毋好？想袂到讲遐紧就来啊啦，过1个月就来啊！逐工要来祈祷呢。我会顶咧甲我讲牧师啊，莫啦，你已经足忝啊，莫啦，莫接。毋过我头壳想着讲，我甲上帝祈祷，即我好学生呢。恁牧师若等于叫恁礼拜日透早爱来早祷，你袂晓莫？好。你茫讲牧师答应，恁拢无答应呢？这最要紧呢。迄阵阮有你教会多3个人咧早祷。一个婚姻长老，一个就迄个医生因翁仔某，因迄阵有囡仔，因翁仔某1工轮一个。阮太太咧顾囡仔，所以我拢落。我惊讲我若无落吼，万一迄个囡仔若顾袂当来要安怎啦？若无人，所以我当下5点我要爬起来，足痛苦的。有爬起来无？有啦，就是安尼磨。所以阮为1995年1月12到今仔日，阮拢无停。
阮一年365天拢咧祈祷，有阿妹无？啊，有祈祷甲无祈祷差伫堆啦。啊，对耶稣有带伫恁教会，也无带伫恁教会啦。因为耶稣若无带伫恁教会哦，恁教会代志介少啦。啊，若耶稣伫恁教会哦，连界拢知。阮开始祈祷的小可较有气咱尔。阮若祈祷煞，阮礼拜堂的大门，好像咱遮大门迄个铁门遐安怎，着囥符啊啦。哎哟，啊，较会囥符啊，连界知影。连家知恁教会有祈祷的火咧烧啊啦！啊，你若教会拢无开啦，伊家己囥符啊要创啥啦？互你家己死死就好啊！吼！啊，就开始有开啦，就开始囥符啊！啊，囥符啊，阮就奉耶稣的名，将迄符啊甲弹落。过来2天啊，伊搁囥伫幼儿园。阮迄礼拜堂拄啊有3条路啦，所以即边多即边啊，就囥幼稚园遮，啊搁囥，啊，阮就搁奉耶稣的名。结果规个月了，无代志，总是无代志了，表示无讲连界放弃，伊总感动一个外地人来伫阮教会边啊，架一个墙啊，起一个新坛。我无顺便甲伊问，讲啊你的，嘿，啊你对人？伊讲伊西部迄边对的，伊讲心灵感动伊来。哦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的教会有耶稣无？你若有耶稣，连界拢知；啊，若无耶稣，咱唔插伊啦。唔干安尼。伫玉里有一间教会，有一摆咧练敬拜，咱头下遮4个念着，迄间教会6个咧练敬拜，拢青年人，有5个是迷信的家庭来，啊，一个是细汉就信耶稣的。练敬拜了，开始一个启动，啊尾6个全部拢启动。你听了敢毋听毋对？练敬拜了，6个拢启动。哎，敲电话互我出来服侍，所以尾请黄连成牧师赶去到遐去遐赶鬼。伊转来了，甲我讲，7天后甲我讲，第8天阮去到伊的教会，我会当天看去，伊的教会。伫过礼拜堂的有一个天使伫遐过1盏楼仔悬，啊，若徛伫路遐3盏楼仔悬，对着礼拜堂在唱声。我去甲讲了，伊讲牧师，我知道了，迄是一个原住民开头的教会。伊讲前面那个门关着，那个就是神坛，啊，拢关咧啊，所以阮去毋捌看过迄个门开开。伊听到，迄音乐伊带伫礼拜堂。2天后敲电话讲，牧师，我懂了。有什么事发生？伊讲11点，因遐就开始做法。问讲做偌久？3点钟，一天3点钟，一礼拜7天，安尼偌久？伊一礼拜21点钟拢咧祈祷，伊祈祷伊的心灵。啊，我问讲哦，传道。你的教会1个礼拜，你算一算，总共祷告多久？伊讲祷告会除了刚得以外，半点钟。啊，礼拜天呢，大概10分钟吧。安尼偌久？40分。伊伫教会祈祷40分，啊，人新坛伫对面祈祷偌久？21点钟。请问送的较大声？伊讲我懂了，伊种规个月哦，免2个月拢无等于暗时拢伫礼拜堂困。伊讲伊祈祷甲困的，醒起来佫祈祷，饼过偌月了，迄间新坛安怎刷开去啊？哈利路亚！毋是咱的上帝较细心啦，毋是啦，是安怎？啊，你都无明白，你无明白了解属灵的原则，你毋知影讲原来你的祈祷，你的心较无上帝，你较无耶稣基督，你较无信心，伊会带伫你的教会，啊，人遐认真，啊，结果咧，咱散啦，哎呀嗨！所以这间教会开始开始认真祈祷，开始认真祈祷，认真读圣经，即马已经。有设立7个执事哦，啊，当然因为是咱长老教会，所以有耶稣大的教会，
都有官兵，有溃力。伊的官兵都一个要死的癌症的，已经医生判死刑啊。总是伊就去到伊的病房，一直伫遐熬了。伊讲，敢若伊耳达断了，伫遐一直熬了，一直熬了1点钟，迄人休熬了甲从活起来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今仔日咱来学习志愿熬了，你要学无？这足要紧的。啊，总是过去咱毋知，你敢知影？咱做礼拜听书一定有志愿学了，你敢知影？伫要结束的时阵一定有，你敢知影对一个听书？哎呦，我有听到爽。对啦，就是颂荣啊！颂荣即嘛，互你唱甲变再会歌，啊，真正冤枉。所以耶稣基督就知影上赢，因为原理的国领教啊，毋是，因为国官灵荣光代代无尽，荣光夺杀就是上赢。你若去看上赢，看咱的圣诗，伊喺英文嘛写夺杀，希腊文嘛夺杀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？这是属灵的长辈对3000年前伫圣殿都有的一个宝贝。来到耶稣基督，伊嘛安尼讲，伫教会历史拢安尼讲。总是咱即摆已经袂晓用啊。总是你若会晓用，上帝耶稣基督圣神要带伫你的生命内底，要带伫你的教会。透早起来，我搁伫遐开始祈祷。我的祈祷足简单，开始拢想耶稣，想上帝。干那想尔，啊，就开始圣神充满。所以你已经爱互你有一个习惯，互你的生命内底就耶稣基督肯带伫遐。啊，耶稣若要带伫你遐，你爱做啥？变好清气啦，对不对？你要欢迎 VIP 来，你要先变好清气。你无变好清气，伊敢要入来？无啦。所以为什么爱认罪？头仔的姊妹特别互咱有一个认罪时间，对不对？咱来祈祷，爱认罪。我会记得我。国中以前，我国中以前，伫长老教会内底一定有一个长老会去你台仔顶带你认罪悔改，有无？还会记得吗？迄几年前啊，50年前，即马有无？无啊啦，较有。毋干那长老教会无，灵粮堂嘛无，浸信会嘛无，真理堂嘛无。我问为台北问到南部，无，总是即马慢慢那个有啊。无咧认罪啊！啊，你无咧认罪，你就毋肯将你家己变好清气，教会嘛毋肯穿好清气，你要安怎邀请耶稣入来？当然耶稣嘛袂入来。所以毋是耶稣去杀伊的教会，是咱袂记即圣经内底所写的这个原则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咱来看圣经，圣经安怎甲你讲？出来记25章80甲90，遐只有写经文，我要请吴雅斌牧师来读来。因着教我去圣的所在，互我通点伫因中间，叫我一切所指示你的，就是会无甲其中器具的款式，恁着照安尼来做。是上帝讲伊要带伫人的中间，啊免怎？你会去做会幕，照伊的方法，照伊所指示的款式来去做。所以过去咱咧祈祷，开始学了敬拜，咱拢习惯学了敬拜就开始求啊，对不对？开始诗歌甲放落，放落了，感谢上帝，学了上帝，然后就，哪个较赞的，就为牧师为着教会祈祷，对不对？然后咧，都为着我即马要上班做我这个工作介大的困难，求你为我透开。阮囝即马要考大学，你就为阮囝有好的聪明智慧。可以考到好的大学，安尼算强棍啊！请问安尼敢嘛下圣经？要减一项，你着连认罪悔改拢要袂？为什么一定要认罪？你要认到当时啦！歹势，你逐工敢会犯毋着？会啦，我嘛是罪人。他停在遮着，看到有人对我歹，会嘛，咱拢会嘛，对毋对？所以想着30秒，袂使啦，我袂使啦，咱拢安尼嘛。所以你迄若无紧认耶稣的保护，热看，你要安怎邀请耶稣带伫你的内底？所以你要照耶稣基督，照上帝的款式，上帝才要安怎带伫你的会幕内底。第二，咱来读约翰第1章14节，耶稣基督道成肉体。
天父独生子要亲自来到世间，踮伫世间陪伴你，陪伴我。伊道成肉体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其实毋是恩典甲真理啦。我昨昏有咧讲诶，就是有即本了，我从有够宝贝，伊是充满慈爱甲信息。咱今仔日会教着，主爱就是立约的听，立约的用语，切约的用语，表示上帝甲你立约了，伊对你的听，永远袂失落，永远无改变。信息是啥？对头对到中到尾，永远无改变。所以上帝古早伫拿阿的约的时阵，伊甲全世界拢立约，甲全世界所有人，甲这个地球拢立约，立约了，人拢袂记得了啊。总是伊无去互袂记得，啊人无守约啊，啊无守约要安怎？上帝敢毋责任？有呢，因为立约是我甲你立约，我甲你立约，所以阮两个拢一定要完成这个约。啊若无咧，任何一方拢有责任呢。啊上帝安怎担伊的责任？我头下讲过，伊死互你看，无完成这个约，就爱死。啊死咧，上先死，上帝先死，伊无爱你死。你若愿意认罪悔改，领受这个救恩，你免死，你可会当得到永远活命的丰盛。下面无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就是要做这件代志啦。所以伊要大会幕伫人的中间，毋敢若伊要大会幕伫人的中间。咱过来看，伊就是啥？永远的大祭司，永远的圣殿。约翰福音2章19节、20节。耶稣应讲：恁毁坏这间圣殿，我3日后要甲伊起起来。犹太人就讲：这间圣殿46年才起好，你3日内就要搁甲伊起伊好吗？是无？耶稣讲伊第啥？圣殿。所以迄阵的人拢听拢无，你是圣殿。伊就是上帝来到世间，伊亲自要显明上帝。咱知影伫过去会幕中间，上帝显明拢伫会幕的地咧显明，至圣所拢伫至圣所咧显明。所以耶稣基督伊成做上帝的至圣所。咱一定要来读罗马3章25节，罗马3章25节，先来读这段来。上帝牺牲基督做赎罪的祭品，用伊的血，互信伊的人的罪得到赦免。上帝宽容人，无追究人过去所犯的罪。是，咱搁头下前一句搁甲读一摆。上帝设立耶稣做啥？你的圣经和合本来翻做挽回祭，对不对？啊，台语安怎翻？赎罪祭。赎罪祭，其实拢翻了毋对。伊原文的意思叫做遮砍罪的宝座。至圣所的施恩座，咱中文拢翻做施恩座。希伯来文叫做 Capegate， 遮砍，就是咧遮砍罪。咱若讲到施恩宝座，咱就想到大祭司入去到至圣所内底，对不对？啊，伊爱朽羊仔的血，朽伫迄个宝座的顶面。啊，为什么朽伫遐？因为规个国家一年所犯的罪，会将迄个宝座拢甲拍拉散去。所以，如果你的二林顶若有犯罪，若有人死伫遐，你无去遐祈祷，将迄个死亡的灵甲刷掉、洗清去，明年后年佫有安怎？掠交替，对毋对？阮玉里有人伫迄个玉里大桥自杀，我就招另外一间的牧师讲，咱来遐祈祷，去遐祈祷，祈祷到迄个死亡的灵离开，大概20分钟，已经5年过啊，拢无人搁跳。所以台湾的社会有介侪即种需要你去祈祷无？有哦，啊，我拜托你，你若要去哦，那二林镇的招2间教会才做伙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将迄个权柄交托，毋干那一间教会，毋干那一个教派，是至少2间教会。有阿免吗？阿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
耶稣基督伊真做施恩的宝座，一定要有大祭司，然后咧，一定要有祭物，就是羊仔的血，一定要啥祭坛。所以上帝设立宣告，全世界阴间宣告，迄个耶稣基督真做施恩的宝座。所以伊本身就是迄个宝座，伊本身就是迄个大祭司，伊本身就是迄个祭物，伊拢做好啊！期待你嘛要真做大祭司，你嘛要真做祭坛，你嘛要真做祭物。所以耶稣是啥？祭坛、祭司、祭物。啊，你咧，你嘛是祭坛、祭司、祭物。他听咱会读，所以咱先来看会幕，咱来看会幕迄个图。所以你的祈祷，毋是讲我开始祈祷就好。哦，无，安尼表示你无了解利未记。你若无了解利未记，我来讲，你的敬拜而乐，你要将圣神带来你的教会，带来你的性命，足恶。啊，总是大概若读到利未记，大家拢安怎？拢拄久，连我都拄久。我读到要20年的时阵，佮读到遐佮要拄久呀，我足毋甘愿的。好，足毋甘愿，我就将我头前的希伯来文摕来献，我献一个，在遐念过了半，我突然间一字总跳出来，卡嘎布，清君啊！我得到宝贝啊，我学到宝啊！原来献祭，咱台湾人讲为什么要献三牲？要有生命者啊！上帝佫也无食羊，无食牛，吼，伊拢无食呢，啊，要安怎？原来献祭就是要亲近上帝啦，哈利路亚！所以拜托诶，如果你利未记你读袂晓，啊，你要亲近上帝，你有读个啦，对毋对？所以咱即马马上要来上利未记哦，吼，咱来看，你对会幕的外面即摆，学了敬拜，迄是拄啊入门尔呢，入门尔，你要经过6关，第一关叫啥？献祭，你要开始先献。烧祭，将你的本身所有的罪性拢献出来。所以这就今仔透早，我咧讲主啊，我献烧祭互你。我大概若想着，我将我的全人拢献互你。然后献素祭，或是素祭毋是食素的啦。我了有一个，迄一贯道有一工足欢喜，迄个人我毋捌伊，乌巴桑对菜市啊特别来找我呢，讲牧师啊，我看到圣经内底，迄圣经内底食菜。对不对？因为伊读着素祭啊，伊贯道的呢，伊咧认真读圣经呢，伊读出埃及记甲读利未记，读素祭。素祭其实毋是食菜啦，素祭这字叫做明哈，明哈的意思叫做啥？用米献予王的礼物。所以你逐工爱将你家己献出来，而且爱幸福。你甲上帝所立的约，你讲我愿意幸福，我信守这个约，我无改变。有阿们无？阿们。所以这只叫做素祭啦。所以伫这段逐工圣经交代，透早他们拢爱献呢。透早他们你拢爱献。第二，咱来看，洗肠的盆啊。你伫遐将污的垃圾拢爱洗清去，将你的罪过、世间万分人、嫉妒，这拢爱洗。有当时话语，人听了足无爽快。你讲话人就变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话有刺啊，你习惯性带刺，你表示你这人是安怎有刺的人呢？所以话就是代表对你的心内发生的。所以如果你的话常常会讲酸。你的话常常的惹人生气的，安尼表示你这人有问题哦。因为伊代表你的心，所以只要洗清气。所以教会内底咧讲的罪，唔单是杀人放火，当然迄一定是罪。伊包括你内底无下伫这本圣经的，因为你用圣经甲上帝立约，既然也无下伫圣经的，拢表示是罪。罪原本的意思叫做写着。迄个红心，你若写无着，迄拢是罪。所以请问，咱做礼拜敢爱认罪悔改？你敢若冲冲讲来做礼拜，你的心拢无比半边，
你咧做礼拜要你想讲我迄个大同电锅，哎哟，迄个要吹顿入要食，袂记你甲试落，你咧烦恼迄，请问有做也无做？得个忍啊！所以50年前教会界长老教会拢有咧做呢，即摆敢有？迄害了足大个，无啊啦！拜托诶，如果你的教会请，你今仔听我即讲你请，你有一个时间，互你的兄弟姊妹将这个罪吞落来，放伫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，或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你遮扛，有阿妹无？第三，你的陈设饼，放伫迄个饼的桌仔顶，圣经讲安怎？上帝伊的话就是活命的美女。耶稣基督讲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活命。所以你要读圣经的话，你若无读圣经，你会祈祷讲要有突破。我跟你讲足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无了解，用你的无了解来祈祷，敢会下伫圣经？呢，我有一个兄弟，古早足爱祈祷，一工祈祷2-3点钟。我问讲你都爱读圣经？伊讲毋免啦，毋免，尾也死了足早的，足早就过用。所以人需要有上帝的真理，因为上帝甲人交陪的启示，照着这本圣经拢记载落来。你会对古早3000年前、5-6千年以前，迄个属灵神拜的智慧来学习，迄是上帝的真理。你读到圣经的真理，你就食活命的美牛，你就食上帝的道。哈利路亚！我拜托你，你莫阁食四香啊啦！牧师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歹势，因为我的姐夫就是我的姐夫是咱长老教会的长老啊。因教会拢推动读个啥？每日迄咪我讲的，我无师娘你讲的，无啦。台湾教会界，无论台语教会、国语教会足济读个啥？韩国的啦，迄种人读的，拢10几节，若较济1章，人拢替你补了补了安怎？才堵你的嘴，互你食。你毋得永远做2岁、3岁的囡仔？为什么你袂当食饭啦？我问你，你要大汉，敢毋通一世人拢食4箱大汉的，有无？无你，你敢毋食？可能有哦，拜托的啦，莫阁食4箱。若初信的会使，总是阮伫遐初信拢开始鼓励，一工就读3章5章，好习惯就好啊。毋通长哦，对，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毋通长哦，莫乌白跳。计上人教讲旧约读1章，新约读1章，我跳到尾拢乱去。毋通，你着为旧约一直读到启示录读了，彼此对照你若请你甲做简单的笔记，安尼3年5年，你圣经就足熟。有阿妹无？阿妹，莫阁食4箱哦。过来，你要有金灯台，你读圣经了，有迄个光入来，这个光入来笑着我心内乌合，我着较听为着这台认罪悔改，我头仔讲的，迄个批会拍开，我感觉这对于目前的世界台湾足需要的。我讲上帝我要高举你的名，我要扬光你的名。虽然我毋是100%的认真，总是我愿意互你用，为着台湾，为着世界认罪悔改，迄个死亡目屎见效，拢要对台湾拢杜灭，要对世界来杜灭，有阿妹无？所以你若无读到迄个圣经的真理，互你真光甲你笑光，你的祈祷就该固定啊，对毋对？我的祈祷嘛该固定。所以需要上帝的真光甲你笑光，然后才入来到对金芳坛，才开始祈祷。古早呢，一年才会当一摆入去到至圣所，所以伊要是咧金的香坛伫遐祈祷，然后才大祭司一年一摆入去到至圣所。总是我毋知你有注意无？到伫希伯来书了已经无啊。希伯来书的金香坛放伫对至圣所内底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这条路拍开啊！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所以上路尾第6项叫做施恩宝座，叫做避罪座。伫遐上帝要甲你讲话，毋通你的罪得到洗清，
而遐有大气力，伫遐有大阳光，有医病的气力，有讨饭的气力。以色列人咧烧台时，拢用约柜光的光去甲战场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若同在，万项事拢会当解决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咱来看，家具只有6项，有啥？做伙来学习。这段西长的盆仔，金色的饼的桌，金灯台，香坛，施温宝座，拄啊6项，啊欠对一项？欠上要紧的迄项啦，叫做啥？上帝的同在，若无上帝的同在，就无够7，无够7就无圆满。所以上帝的同在，你的祈祷上要紧，就有上帝的同在。啊，若无你嘛毋知你的罪得着赦免啊！啊，若无你嘛毋知你的代志有解决无？哈！我的太太笑声足大声，足直的。有当时阮两个要做礼拜啊，15分前、20分前，两个才磨着。啊，若磨着，伊就单伊琴，拢无爱甲我看。啊，请问，我敢去你讲台？我毋敢去，为什么毋敢去？我甲阮牧师娘有一个破空伫遐，啊，我若去你咧，万不利，迄个破空，迄有撒旦用着，啊，我无趁倒了，你了解无？要安怎？我就伫遐，吼，用3分钟、5分钟，啊，就找时间去到伊弹琴的所在，去到遐。啊，手甲牵起来，甲落落的，我无顺的就好，你搁要到啊？因为迄个破口，你若无紧甲补起来，你去你讲道，你一方面咧讲上帝的道，啊一方面一空学人，啊连介伊都合法权，甲你创啥？对迄空总装入去，你的讲道内底就带着啥？带着黑暗的势力出去，哇！安尼了解，我准备几啊点钟，毋干那无趁，连我的会友拢倒了。你说话介厉害，我说话介厉害，你肯也毋肯？我当然嘛毋肯，所以我练30几年啊，哈！我知影，我若有罪，两个人啊冤，一定安怎？两个拢有代志。有当时我犯0.5趴，吼0.5，我牧师娘9.5，有当时伊犯4，我犯6，请问爱认无？无论对一个，拢爱认。所以我感觉我爱紧起来，啊无吼，我这人细条神经的，我干那坐伫遐，我就坐袂掉啊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迄个赎罪，上帝的确要甲你赎，总是只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你肯无？我肯无，所以你若肯，真紧讲主啊，你会保护将我这个破口补起来，赦免我，原谅我，互我进入你的国。所以我就伫遐去坐到安怎会信心充满。我才知影喏，我甲阮牧师娘中间，这个芥末拍开啊未？拍开啊！有阿妹无？阿妹，感谢主。所以上帝同在是你所有的祈祷内底，你甲上帝交配内底上要紧的，因为伊是第几项？第7项。啊，第7项这项咧，伊敢毋是咧家居伫遐？无，是因为你的心较无上帝，所以上帝的愿意来到这个空的所在，伫遐就充满。有阿妹无？阿门。所以咱来看，耶稣基督伊本身就是这段、这时甲这面。咱来读约翰第2章19到20节，读过搁读一摆。来，耶稣应讲：恁毁坏这间圣殿，我3日搁要甲伊起起来。犹太人就讲：这间圣殿46年才起好，你3日内就要搁甲伊起好，是无？所以耶稣基督是啥？圣殿。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伊是祭司。希伯来书7章25、26节。所以通过耶稣来到上帝的，歹
所以通过耶稣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伊不时就会当甲因拯救，因为伊永远活咧，替因对上帝祈求。耶稣基督永远活咧，伫替上恳求，替你替我恳求，有阿免无？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祭司，其实耶稣基督嘛是啥？祭米。咱来看彼得前书1章19节，彼得前书1章19节。是用基督的宝血，亲像无缺点、无污点的羊羔的血。是耶稣基督安怎？无下属，伊无犯罪，总是伊无犯罪，伊担所有的罪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祭坛、祭司、祭米，啊，我嘛是呢。咱来看，你就是祭坛，以弗所第2章20节。规个建筑物靠基督来结合，互相结连，渐渐扩展，成做圣殿来献互主。我靠信心的帮助，恁嘛做伙受起造，来成做上帝所住的所在。上帝所住的所在，所以我本身就是啥？上帝住伫我内底，所以足要紧。每一个时刻，无论你有咧祈祷，你无咧祈祷，上帝的圣神拢会甲你充满。哈利路亚！啊，这需要操练，这需要操练。我操练20几年啊，无祈祷，上帝嘛会当甲我充满。我咧甲人分享圣经，上帝嘛甲我充满。一个互我上感动的，就是我足忝啊。有时我出来分享讲道时，足忝呢，因为一讲捌讲，甲一讲6讲，哇，迄个规个人用要脱水啊。总是我足忝的时阵，我坐落来，啊，目睭拢直去啊。我发现圣神充满我，我连祈祷都无祈祷，所以表示你会忝，上帝知无？知啦！啊，我感谢我上帝啊，圣神啊，我连甲你求都无甲你求，你主动来亲近我，哈利路亚！甲你变讲，你也可以哦，你嘛会当哦，你嘛会当哦，有阿妹无？过来，你就是祭司啊！长所读的彼得前书2章第9节。独独因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王家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上帝的子民。上帝调恁离开黑暗，来进入伊奇妙的光明，是按恁宣扬伊的伟大作为。是你就是啥？君王的祭司啊！你就是祭米。罗马12章第1节。兄弟姊妹，所以我靠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神圣的上帝所欢喜的祭，这是恁诚心实意的服侍。阿免，所以你献做啥？活祭，有阿免无？今年，阮国中的同学会咧组织啊，暗时啊，阮就去同学因兜咧开讲。啊，阮同学一个因翁。啊，讲迄个人哇，拢通灵足好呢。啊，临时甲我问啊，恁敢毋知？我讲吼，我即马甲你咧讲话时，即马就咧通灵呢。迄人错一条。啊，对啊，我咧甲伊讲话，我咧圣神充满啊，我坐伫遐游玩圣神充满。哈，阮迄个同学因翁吼，伊甲我看，其实。上帝住伫你的内底是充满怎平安喜乐，毋是因讲因啊通灵以后就爱宝剑啦、刺球起来插起来扑啦，无啦。咱圣神充满时，充满欢喜、快乐、智慧、丰盛，有阿免无？阿免是因为你是上帝要永远徛起的所在。啊，这条路上毋拍开啊，耶稣基督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足赞足要紧？因为伊是一个初识的轨迹，伊若初识的轨迹，伊安怎做，你照伊安尼做，这条天顶地下的路，通天的路，就会当拍开。所以咱来做伙来读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2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2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我靠耶稣的流血死亡，就会通好打进入至圣所。耶稣通过丈离，就是以家己的身躯为咱开一条新的活路。咱已经有一个大祭司在治理上帝的家，
咱的心已经受洁净，拢无良心的责备，身躯嘛已经用水洗清去。安尼，咱就用诚实甲坚定的信仰来亲近上帝。诚实的信息，你甲上帝离开了，永远无改变。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将这条通天的路、通上帝的路，拢拍开啊，拢开路开好啊。咱即马拢讲开一条新路啊，开一条新路，开得足紧，行得足紧，开车搁较紧。感谢耶稣基督，伊开出来，你要行条这条路无？所以你若行这条路，你就耶稣基督的安息。咱伫世间真正有足侪的困难、苦境，总是伫希伯来书第4章11节、12节，讲耶稣基督，伊就是上帝的道。这个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伊会当分辨啥？骨髓，伊会当分辨意念甲思想。咱规个人伫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拢是互伊看透透的。你有发现介奇怪无？上帝的道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伊伫咧讲上帝的道，伊甲会尾也讲，咱伫这个主，咱伫这个神的面前，原来上帝的道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神，伊会当体会你的软正。所以我头仔咧讲的，我去出来服侍的时阵，已经忝甲会箍鸡袂分火啊。总是上帝圣神主动来亲近我。有一摆我咧比赛乒乓，已经要拍入决赛啊，毋拄好拍入决赛，就忝甲就无法度啊。我总去眯起来，眯开迄体育馆的第2层，我伫咧祈祷讲上帝啊，我都无法度啊，拜托你来充满我好毋好？我伫遐等差不多3分钟哦。一直充满，他充满3分钟了，又是一条好汉，各位比赛啊！哈利路亚，有阿妹无？所以你大细的事，你拢会当来找上帝陪伴你来行过这个困境。伊知影你的软正，伊知影你的困难，而且伊所想的办法赢过咱人所想的办法。所以是咱施恩的宝座，你随时来到伊的面前，你就随时得到帮助。哈利路亚！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甲18节，你拢足熟，我拢足熟。讲爱常常喜乐，无停的祈祷，凡事感谢，有无？这要哪做？皆人讲常常喜乐我会啦，无停的祈祷我介困难啦。凡事谢恩嘛我会，要无停的祈祷困难。我甲你讲，一个较袂困难的，好毋好？可是你若一直学了，你若用无啥物特别爱祈祷的代志，你就心内一直想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看到真水的风景，感谢主，看到迄人真好，学了主，你若一直学了，一直感谢上帝，会感动的放伫你的内底。有时替迄个人祈祷，知影迄人病痛，阮迄个会友病痛，即马伫家护病房，祈祷3分钟搁无用代其他的代志，我就搁。去无用其他的，他停无用煞，佮想着佮祈祷，安尼你就进入啥？无停的祈祷啊，有阿免无？请问你也无停的咧感恩，无停咧学乐时，你敢会常常喜乐？所以迄句说辞是啥？无停的学乐，毋是敬拜赞美伫遮吟诗唱歌，才是学乐啦，毋是啦。你的灵、你的心，时时刻刻拢会当学乐，会免无？阿们，所以感谢主，伫过去2个半月，我碰时下晡时拢去拍乒乓，拍点外钟，总是无乒乓通拍，要安怎？我就去散步，我去散步才知影讲，原来阮玉里遐水啦。我就想着，一直咧学乐，一直咧学乐，不停无停咧学乐，本正。开始3分钟才会圣神充满，学了到尾3秒钟就会当圣神充满。有阿免无？阿免，就是表示你通过学了，你已经入去到对啊。至圣所至圣所有啥物大困难？咱做伙来看第4页，你会讲伊第4页遐有足济宝贝，拜托你一定一项等于甲圣经甲读，一项去甲挖出来，好唔好？搁剩5分钟吼。
第五页歹势，这我旧的印第四页，恁的第五页。所以上帝的施恩宝座要显明的大规律。第一项是啥？你会当听见上帝的声，你会当见到上帝的面，总是歹势。你若看异象的人，无法度完全看到上帝，你会当看到耶稣，你会看到耶稣入来。伫我的教会，我有一个习惯，我拢爱祈祷，甲耶稣伊行入来伫遮，伊坐伫伊的宝座，我的祈祷才要放。我拢安尼祈祷。为什么安尼祈祷？因为一摆毋拄好祈祷，发现讲台顶拢是蛇啦，猫的。你敢会晓记头我甲你讲的？阮教会墙啊，随隔壁就是啥？神坛啦。人已经认真伫遐做法做甲安怎？迄个蛇拢走来到阮的讲台顶啊！我一个月无为着阮的教会来请去一摆守望一摆。所以，迄摆惊到了，阮就开始安尼做。祈祷甲耶稣来我的教会去坐伫伊的施恩宝座。所以，当耶稣伫伊的施恩宝座，你要听伊的声足紧。所以你等于你圣经甲掀起来看。当耶稣基督伫伊的施恩宝座时，你愿意认罪悔改，你的罪就当得到赦免。有阿妹无？阿门。你的病会当得到医治。所以有时，阮伫遐学了。志愿学乐，咱今仔会上着。阮伫遐志愿学乐时，阮一个护理长，伊讲伊已经过外月啊，骹拢袂好。伊讲今仔人咧学乐，伊原住民，我就足想要甲跳舞，敢会当甲跳。伊开始咧烦恼，总是尾也讲管太遐济，拢甲跳咧，跳咧总安怎？总完全好伊啦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伫迄个施恩宝座降临的时阵。罪会当得到赦免，新约基事要发生，病痛要得到医治。伫迄个施恩宝座降临的时阵，你会当得到安息。伫新冠肺炎，人心内介着啥恶杂不准，因为你袂当像古早那乱说啊。我遐介着阿嬷，我去甲看，无信耶稣，我迄阵逐工拢去甲巡一下。伊讲，无说我今仔无出去哦。伊讲我毋敢出去，其实我敲电话阮母啊，我妈你今仔有好好无？伊讲我拢无出去哦。第一句啦，安尼甲你应，因足烦恼的。囡仔拢定甲问，阮阿兄阿姊拢甲问，所以我来敲电话等伊拢讲我无出去。是安怎？因为环境压力大，总是环境压力大，你需要啥？你安息伫耶稣基督内底。即摆少年家嘛，足侪压力重重，你敢知？拄我去职场，介侪压力重重；写报告，一堆压力重重。同侪嘛，足侪压力重重。你需要上帝安怎？安息。你要安得到安息？当你知影讲，我已经甲耶稣基督安怎连做伙啊？所以我做主管，我做解决决定，袂甲毋。其实我知影，好像牧师爱做的，一定比我较济。所以，迄个袂甲毋需要啥？迄个决定需要上帝的启示甲智慧，迄个需要安怎安息？当咱人安息时，上帝伊的话通过你的头壳，通过你的灵，甲你讲。其实有一项上宝贝，我一定爱讲，叫做咱定咧读的以赛亚40章29到31。以赛亚，咱做伙，如果你有圣经，咱大家拢掀开咧，毋通。只有听读，咱来献这段我爱你献。以赛亚40章29到31。好来，咱亚神的，伊予伊能力。人正的，伊加天，伊会开力；少年人嘛会生，勇壮的人嘛会跋倒。独独我靠上主的，会得到新的开力。因会亲像鹰鸟体息飞悬，因走也无野，行也无身。走也无野，行也无身，赞无？随时拢充满power，充满能力，充满开力，有可能无？
无可能的代志。对人来讲，人无可能。总是如果主耶稣基督住伫你内底，耶稣基督住伫你内底，像我讲的，阮出去比赛已经拍甲头前咧拍甲，阮无力哩啊，用要救紧啊。总是如果耶稣基督踮伫你内底，迄个属天的能力特别充满你。所以，咱的上帝是安怎？无亚神，咱上帝是无亚神的上帝。如果你若倚靠耶和华，今仔日我要套的即句叫做倚靠耶和华。其实咱中文翻做听候 （waiting for）。如果你若看希伯来文的字典内底，开始伊遐有写阿拉伯文，一个 strand of rope。strand 的意思叫做绳啊加做伙。strand of rope 牛角，绳啊扭在一起，绞在一起。意思来讲，你若甲上帝中间亲像绳啊加做伙，上帝无亚神，无亚咱，啊你该咪加做伙？我嘛无亚神，我嘛无亚咱，有阿免无？啊！我得到我偷开这个，有够欢喜的。这字你对我来读，希伯来文读做卡哇，卡哇，卡哇，意思讲我伫遐听候上帝，我伫遐甲伊加做伙了，我对我的灵内底，我活起来，我迄个动力，我有迄个快乐。咱拄拄敬拜俄勒星，阮失了迄个起初的疼，对。像我头仔讲的，我做牧师，他做第3年尔，我就惊看到会友啊，因为我感觉我已经无法度啊。我若搁看咧，我可能忧郁症迄个人就是我。总是尾啊，信心充满，搁一摆，互我活起来，搁我活起来。所以就亲像鹰鸟，鹰鸟咧飞，伊拢是那天甲长长长开，伊咧找啥？找气流，因为迄气流吼。伊安尼说，对，上帝伫这个世间有伊的能力，有伊的原则，你要找到伊的能力，伊的原则，你找到，是那天互开，你照着迄个快乐，甲上帝样做伙，你侬我侬啊，安尼，你就成做上帝的圣殿，你成做耶稣基督的圣殿，你成做圣神的圣殿，迄个赦罪的能力。医治透房的能力，解决万项事的能力，都活伫你内底。有阿免无？阿免。咱目睭闭起，咱即马来邀请耶稣，讲主耶稣。我知，我今仔听到这个宝贝啊，我欢迎你来，我欢迎你。你已经从这条通天的路行出来，我嘛要。咱有一两分钟，咱来安静。你心内家己甲上帝祈祷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这条通天的路，你已经替阮行出来。你是阮上好的模范，你真做圣神永远的圣殿，你真做天父永远的圣殿。主耶稣基督，我邀请你住伫我内底，互我嘛真做你永远的圣殿，互我会当对着迄个气流体息飞悬，献上满满的感恩。听我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好，咱多谢牧师的分享啊，嘛，互咱有真多得到的快乐。啊，咱即马要休困一下，好，咱休困到45分，10点45分，咱要去开始第2场。咱伫即个外口，遮有点心吼，啊，所以咱会当来用点心，啊，小可休困一下。便所伫后壁遮，吼，咱会当去便所，会当去享用一下点心安尼。好，来开始。咱后壁有饮水机，咱也爱水的人后壁有饮水机吼。啊，伫咱的会中，咱边仔有准备咱的饮料，你若有需要饮料的人，咱家己摕